跟这个向慧玲在开杠的时阵哈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生命的成长过程，我真的是很难去形容，因为你知道吗？向慧是一个跟人熟了以后哈，会更开朗。那不熟的时候呢，就会有一点点不知道怎么开那个什么叫什么开场或开门，你知道吗？的那种女生，她跟有一些马上3分钟就会跟别人很热络的是不太一样。我是那种比较慢热型的，但是跟我在一起的朋友就是会比较长久，都是对不对？都是已经。时间很久，可能说是我高中的同学啊，大学的同学，就是我现在会联络的都是已经在一起很久的，就是友情已经很久的，对。圈内的朋友啊，好朋友哪些哈？唱歌的，我好像每次都讲小迪叔叔哦，没有小迪哥啦。小迪好照顾人哦。啊，对，真的呢。我感觉有伊的对的时阵哦，真侪代志拢都 hold 得住。对，无咱的代志。因为我跟他的缘分就是从之前的专辑啊，有一张专辑是跟他对唱一整张的嘛，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，哇，也好像7、8年了吧。对，我跟他缘分其实也蛮久了。那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就一直很照顾我。其实我们现在相处的感觉就像家人一样。以前就像是演艺圈的长辈嘛，就是还会有那种。当然现在不是波多波谁，以前就是还是会哇很尊敬啊小弟哥啊怎样，还是会有一点距离，因为你对他就是那种尊敬的感觉。那一直到现在呢，就是我们除了工作上的合作，然后私底下呢，就是我们也会常常去吃饭啊，然后去玩啊，然后就是会很像那种。他真的就像叔叔，对，就像终于讲出来了，对，就是一家人。我觉得那种感觉是，比较亲啦。对，就是在工作上他也会照顾你，但是在私底下呢，他也会教你一些你不懂的事情。你觉得你最欣赏他的是什么？我最欣赏他的，就像刚说的，一整个场面就是他只要一站出去。对，他就 hold 得住，没咱的代志啊。跟他出去就是很放心。对。我当下哈，他会先把我们今天想要照顾的照顾好哈。进去因为跟我有吃饭的时候，伊讲边个，你当时要来，我讲我等下开车过来，伊讲开车过来莫啦，开车过来就卖来啊啦。因为我都啉酒啦，他也很清楚啊，对。可是他讲话就是有那个，你知道，就是他会想到你的一些状况啊。你像呢，立马怎样讲也然后可以嘛哈。对。哇，所以这个是非常热闹的场面了哈。那小迪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层面，就是说，其实他也经过人生的大风大浪，对吧哈？是。很多的生意啦，包括一些公牛妈妈的代际啊哈，他自己都非常的就是会有很多这个是他的罩门，他的心。那我就觉得说。其实人生就是要经过了哈，这一段日子经过下来，现在台湾的这些秀场啊，没有那么多的时候呢，向慧你都做什么样的表演？看这。刚刚要讲特别感谢小迪哥，是因为在工作上他对我的提携跟照顾，就像现在台湾的活动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像以前那么的多，但是呢，现在就把一部分的重心放到那个海外，对然后小迪哥他都会是沿海那一带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一直。只要有 case 啊，只要有那个唱歌的那个演出啊，他都会第一个推荐我。哇，真的很棒，因为这个又那么会唱，又那么漂亮，歌也会 hit 可是你知道吗？这 hit 的部分，因为一下流行较慢啦。我当下但是新歌哈，对你来讲起来太新啦，所以他们还在流行，还是那些歌曲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我觉得像我这一次的新专辑的歌曲的曲风，他们那边的朋友应该会喜欢这样子的口味，而且再加上8点档，对不对哈？再看一下哈，最新这个再播出一下哈，这个就是这样子啦。媒体就是宣传嘛哈，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哈，经过向慧玲的来家跟你拍酒后啦哈，这样聊聊这个新的专辑哈，是对他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哈。因为我觉得太久没跟大家见面了，太久没有新作品给大家了。这次跟上次距离差不多2年的时间。2年。
很怕大家都快把我忘了，所以我要赶快出现一下，带来新的作品给大家。对，没有错哈。那这张专辑呢，相信大家听了以后就会觉得说，哇，美拜啊，讲好唱啊那哈，而且哈，这个可以朗朗上口的芭乐歌哈，这个也是市场的需求了哈。我当下让你讲什么代表作哈，很难定论。对，哈，对吧哈？对，就让你听蔡琴的歌有没有？你觉得他就这样顺顺的、娓娓的道来，那声音低沉有特色，就好美哈。那也不一定说什么样的歌才是要飙啊，要大气啊，要撒狗血。说得好啊！好了，来最后来说说话吧，来，这么会说话。已经变会说话，不是这么会说话了。没有，你应该还没有去主持活动吧？哈，都是做演唱嘛，哈，表演。那要跟一场活动下来2-3个钟头也不容易的哈。对，一直搞位，我觉得要像宾果哥这样，就是真的要当一个主持人没有那么容易耶，因为你真的肚子里面要有很多东西，不管是各方面的生活经验，或是人家讲到哪一方面，你都可以跟他侃侃而谈，而不是只有局限在就是聊唱歌、聊唱片的部分。对，因为光聊唱片，我觉得会怎么样？会把艺人做腻掉。你知道我意思哦？因为我改做过给您啊哈，我们出去做宣传的时阵啊，一直早期的唱片公司因为很保护我们唱华语歌。对，他会设定你说啊，这次出去的讲的内容，甚至会彩排，讲哪些话，大概就是那一套。然后呢，你上的节目呢，以前的媒体就那几个，对不对？是讲的通通都一样。你讲到最后有点两眼无神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已经会背得下去，就觉得他自己好像一个机器，然后你讲的东西可能也不是你心里当下所想的，对，就是已经变成一套公式了。其实我跟你讲他们是强迫被媒体灌输，有点像我们像商品嘛，对不对？告诉他。可是我觉得歌可以是商品啊，可是谈话内容应该可以有点变化，活一点。对，好，那聊到这，最后来跟大家讲一下好了就是这一张新专辑呢，希望可以再把我的人、我的歌更往前推，然后让大家对我的印象呢，能够再更鲜明一点、更清楚一点。那也希望大家能够接受呢，我跟新公司呢所配合、所产生出来的一个新的默契。是，这张专辑的名称叫做《鬼牛 F 站》。好，我们用这首歌来做一个结尾。谢谢夏慧玲，谢谢苹果哥，谢谢大家。有情人的心总是藏情海，随着满天思念飘向天涯。无边的分海，是多情世界，真心的爱。
雨水，其实是查某人的目屎。向慧玲，月娘的目屎。你敢会知，雨水的由来，伊是月娘的目屎。只有真爱才知伊同在，思念上深的所在。加入新东家向慧玲最新台语专辑《月娘的目屎》。豪记唱片。